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主嘅話激唱老改變我哋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以弗所書2章10節。我們認識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裏操成的。小故事就講到有一位好出名嘅藝術家，加烏卡就來害一位人客。在傾偈嘅時候，那位醫師就揀出一條好名貴嘅小金仔，對一隻藝術家講：我好可惜那條小金仔嘅造孽，因為唔小心有一大堆嘅墨汁染在蛋糕，見那條小金仔一針錢都唔切咯。藝術家就講：咁樣就將愛一文不值嘅小金仔送俾我吧。那醫師就答應佢，佢唔明白做乜嘅藝術家愛咁樣嘅東西。你們知道過去幾日之後，藝術家就將一條小金仔完全變佢，小金仔上就出現了一幅好亮嘅圖畫，而一袋嘅墨汁竟然是為那好亮嘅圖畫嘅中心部分。小金仔嘅價值比以前更加嘅高開。我哋來默想，每一隻基督徒嘅人生應該係一隻改變開嘅人生。我哋從生以後最重要嘅，乃係將我哋破舊唔完美嘅生命交俾神，讓佢在我哋嘅身上自由嘅做佢愛做嘅工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感謝你，我哋嘅人生本來係充滿喺殘缺，有好多嘅傷痕，係平凡而唔圓滿嘅，但係你卻揀選老改變我哋嘅生命，成為豐盛老有意義嘅人生，重新嘅塑造我哋，成為你愛使用嘅寶貴器皿，建立我哋，成為你榮耀嘅見證。我哋將一切嘅尊貴老讚美獻上俾你，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